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我是张芳。粤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繁衍出众多的艺术流派，他们独树一帜的风格受到了广大戏迷朋友的喜爱。在1981年，上海电视台邀请了当时各个粤剧流派的优秀中青年代表，录制了一场名为《南国之花满园芳菲》的粤剧流派电视演唱会。当时的这次电视演出得到了粤剧界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支持。在录制前夕，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等老师还从表演的咬字、气息、润腔、情感处理等方面对中青年演员进行了亲身指导。在老一辈艺术家的指导下，此次粤剧流派演唱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将为您播放其中的精彩片段。粤剧这朵南国之花，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无数观众。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剧种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姿态万千、色彩缤纷的众多流派唱腔。每个流派自述一致，风格迥异，真可说是群芳争艳，各有千秋啊！我先给你介绍袁派。袁派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雪芬的袁派吧？啊，我听说粤剧新秀李萍学唱袁派挺不错的，是吗？是啊，李萍嗓音比较甜美，音域也比较宽，韵腔也比较圆润自如。那她今天唱的是哪一段？她学唱《西厢记·秦星》里的“望晴空，冰轮乍涌”这一段。我知道，这是袁雪芬首演过的名剧。快看，已经开始了。云层为是光海共
里东宫开见，我知老何人要乱同，好做人知恩报得情偏重，他比茶城吹酒饮尽红月中。母亲啊，既然是相夫门楣得望我，你恰为何将恩作怨把成情浓？是什么不曾张苍托名字之恨你？担负了良缘儿葬送。他唱的真有几分原派风韵呢。黄老师，你上次介绍的越剧十姐妹中，好像尹桂芳是老大吧？今天有唱尹派的吗？有啊，越剧新秀赵志刚今天学唱尹派戏《何文秀》中桑园访妻一段。小赵为了参加这次演唱，特地登门求教于尹桂芳，尹老师热情地给他辅导。尹派在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它的特点是缠绵潇洒、俊勇雅致。赵志刚呢，由于他的音质比一般男小生明亮，音量也比较宽，所以在学习尹派唱腔上是个有利条件。醉呀！路女大记得迎新，距离少远方来迎。银谷山里桃花渡，醉过楼里寒花城，七宝两林来春过，距离少远面前人。看见那边围着里，中间一对木头妹，用手上前抬一抬。呀，为什么青天把人门关紧？听得那边呼声响，不见娘子王妃行。后房还有子唱人，家唱响内开分明。哎呀，窗口高来看不见。余亮电块上头就看得清，横袖举目向南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台朝上摆，铺马交椅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茶，婚纱彩月桌上放。第一位白香红灯天堂肉，第二位有见鱼儿破皮香，第三位香人蘑菇炖豆腐，第四位白菜香棍炒千张，
第五位江上河道牛与牛第六位将与花轿在花上，八位一位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看起来果然为我做39年，关家的娘子情意长。你听了小赵的唱，感受到尹派那种柔中带刚、委婉舒展之处了吗？好像还不过瘾。尹桂芳的得意门生尹小芳，马上要演唱尹派名剧《桃花扇》中一折《追念》。可怜的相聚。这一段叙述了侯朝宗凝视着李香君的遗像，深情地追念着往事，心绪起伏不平，无限感慨之情。尹小芳演唱这段十字句弦下腔时，颇具尹派特色，唱来旋律动听，节奏多变。
唱腔是要细细的听，细细的辨别其中的韵味儿。黄老师，那么蜚声乐坛的著名小生范瑞娟创造的范派又有什么特点呢？范派的特点是朴实浑厚、文雅稳健、热情内涵，特别是他创造的弦下调，旋律非常优美，很有特色。怪不得学唱范派的人很多。在师承范派后起之秀中，男小生史继华是得到观众公认的。他在继承范派时，善于根据自己嗓音清亮、音域较宽的条件，努力在范派的宽厚质朴的旋律中，揉进徐派的激越高亢的特点。心你听，他正在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
这是卢湾越剧团的邵文娟，她也是唱范派的。哦，邵文娟，我看过她演的《孔雀东南飞》，她的演唱是挺像范瑞娟的。邵文娟今天演唱的就是《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思念刘兰芝的一段唱。她嗓音甜美，扮相秀丽。望谢夫妻天思明，忆望谢夫妻思交情。今些生儿已难眠，到今些唯有空城计，男子这是无匹布。一去可自行，他与我生同真心，死同永。你与他无法相见，你恨情黄老师，我听说陈琦有小范瑞娟之称。对，正是她。陈琦获得小范瑞娟的美称，她那光响响的嗓子固然为她提供了有利条件，可是主要的是她刻苦努力和持之以恒的学习。她今天给大家演唱正在排练的新戏《梅花魂》中重台分别的一段。
情意儿，梦也美，不言我落难自，须定三岁寄来人。我指望青山无叶长久手，发挥用功把长子受，才知下苦草儿女用上当，又遭大雪压上头，揭露起再受毒计害你家，逼你何犯扫墓走，堂堂中华梦此中，钦佩女儿受尽羞，眼睁睁啊一骑驸马再没去，风沙扑面满天愁，可因有我没家妻也妹啊，真不叫与兄痛心头。可奈我气场身居难，二环所受无常难外居，这愁上家愁恨长恨，何谁还来好谁学？小金，你看过傅全香的戏吗？你录制的情探是傅全香和陆锦花主演的吧？是啊，那我看过，她的演唱旋律优美极了。傅全香的韵腔很华彩，人们把她比作戏曲花腔女高音。傅全香的学生徐寒英和她老师一样，嗓音清亮悦耳，高音区的音色特别明亮，因此她比较好地掌握了傅派唱腔特有的神韵。下面你可以欣赏到徐寒英唱的傅派拿手唱段《你我草桥两结拜》。记得草桥两结拜，同唱共同有三场在。心头意爱相近爱，我此心早许你两三杯。苦记得啊，你看在我有
儿关是因得脸红儿侧看难看，可记得呀，谁把里相送长亭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彩来，可记得比作鸳鸯成双对，可记得牛郎织女把家教会，可记得啊，心中双双来照应，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拜，我也曾留下品味肉酸菜，我是白头师母做大妹，养了相逢知己乞巧人，我也曾临别轻看许久美，我指望有情人总能成全，想不到美满姻缘了拆开。啊，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孕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收了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啊，弟弟因过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死他情难退。这是曹营娣。曹营娣现在是陆金花的学生。陆派是在越剧唱腔中别具一格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以婉转柔和、清丽醇厚自成一派的。曹营娣唱的《花楼会》中，兴冲冲奉命把花送这段四宫调中板，颇有陆派的味道。小金，你听他唱这一段啊。兴冲冲奉命把花送，那个的可是一女在当空，离过了门房看谁人，进得府来落无穷啊。小姐呀，本性暗中出机明，神
梦里多情遗留真知梦。从此日千丝万缕将成线，玉门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自知，马身投靠金府中。我为你头儿看了多少，我为你在手下也做事动。老母原盼儿不归，童儿灭子无影踪。所有光阴非容易，切惜今日看他夫人受人，还家姑父百寿，我中道哦。今日定能见教用，谁知小姐冒风寒，我满腔欢喜又落空。我中道三军水中已不路，谁想到他夫人命我把莲花送。今日我要倾诉总长表心意愿，小姐连在心意将我用。我上得楼去，旁边翠花这丫头真是厉害，她若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如是好啊。哦，有了。刚才我写好了2个小帖儿，不免将它上于兰地，小姐见了定会问我。自逢逢啊，你陪我身边已足有，望你今日有灵通。身边随我意，这件好事先让你立大功。在外莫过几走，来此一日阴阳门，叫我如何过这一重怪呢？恐怕要阻隔了吴三人儿风。从上面的表演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一代中青年演员在继承和发展粤剧流派唱腔上，经过长期艺术实践的积累，已经突破了模仿，有了自己的特色。而老一辈艺术家们则给予了中青年演员们更广阔的舞台和宝贵的演出机会。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老中青3代粤剧人的不断努力和创新，粤剧流派才会在传承中更具艺术魅力。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播送这次粤剧流派电视演唱会中的其他珍贵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让我们下期再见。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我是张芳。1981年国庆前夕，
上海粤剧界的部分中青年优秀代表应邀参加了由上海电视台举办的粤剧流派电视演唱会。在这次演唱会中，原派、范派、尹派等8个粤剧主要流派的中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各展才能，为戏迷朋友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电视演唱会。镜头还记录了在演出前老一辈艺术家们对赵志刚、陈颖等青年演员们亲身指导的画面。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将为您继续播放此次电视演唱会中的精彩片段。在女小生中，徐玉兰也是很著名的。这次演唱会有人演唱徐派唱腔吗？有啊，有陈颖、刘丽华、金美芳。那你先给我讲讲徐派唱腔的特点吧。徐派唱腔特点主要是高亢洒脱、激情饱满、奔放流畅，旋律起伏变化比较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那倒是的，不少观众被他塑造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形象所倾倒。今天粤剧新秀陈颖就是学唱金玉良缘的徐派拿手唱段。今天是从古到今，天长水久，此地间晨曦，满意的是刘丽华也是唱徐派的，她演唱《玉娥恋》中的一段。这个戏我已经给观众介绍过了。刘丽华扮演大书法家王羲之，金美芳的演唱呢，我编排在后面，等会儿再给你介绍。
夜黄昏，当我有谁谁不来，结婚是谁配上亲？昨日初会才来的一件事故，喜报谁？他心为谁？气太轻。是发尽草一生，情梦当面来自罪，我有时敬佩，有时亲，月把呀江边月下女子吟，戏子我。来听错一种谁？爱情约定三生呀，彩的愿做离根。谁知晓你是他为千金女，我有时回忆，有时恨，会不给刘氏爷子越江去啊？应不给当面来聚会，是今我乃想长得苏醒却再怕是不愿再为一种人。公子多情恰负情，王子负无情恰词。
现在，请你欣赏一下金美芳、张月芳的演唱。他们俩同演新戏《燕燕》中的第3场。金美芳演唱时吐字清晰、高亢婉转，表演潇洒自如，可说把徐派的韵味儿描摹得惟妙惟肖。这位张月芳啊，她倒是先学小生，后学旦行的。她是越剧的后起之秀，虽然没有固定学哪一派，但是她在唱腔方面模仿力很强。女儿心心，关厄运写进了世间婚姻，生于人心换心，我关记不心。许所在，我谢他真心。酗酒才无自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得团杀儿臣，世上冷暖谁一边？君子不旁居民恩，也是我是人有缘在。
生死不定一彷徨。小心今人问不应。哎呀，妍妍呐，妍妍，你好狠心呐！妍妍，我盼到3更，总算将你盼来了。我是奉老夫人之命与你送别来的。晚送什么？人死算了。公子，你这是做啥呀？我做啥你心里明白。不料当初你救我一命，而今又要送我一命啊！公子，你快歇歇吧。你答应了？谁答应你了？爷爷。恳求爷爷且稍等，听我必得手中听。我怪你心中送太师茶饮，我爱你压过手上茶子啊心，我嫌你红颜多薄命，我怜你孤苦又伶仃，我情歌欲所成，愿救他的怕什门。听他言语是真情，一波儿西来，一波儿进，盼的是父爱妻近，做一个是有是谁的人。谁与在为奴所领，犯不了今宵女子心。我与你只不身份太不等，门里原是真配婚。说什么门的身份，说什么奴婢之身，我一人潦倒穷困，为难叫恩生爱生。鼻孔你高堂多年君，弃用婢女进后门。婢娘同我有人命，观音只需是应承，就言情是我一生缘，我即刻娶你做母神。
就是你修成人，你且是你且听，傻逼月老牵红尘，我天爱你的波，真的千里两相亲，你啥与我成了亲，谁不为我受牵连？真的爷爷。从今夜半红中早上云，早为你画眉点子身，趁着心房懂得唱，下着正比我两听。懂得上西就满真，你恩我爱多好深，我唱你随不离分，你咋不信你的言？我管得苍天把人门，望天在上，后痛在下。我为的啥位爷爷来当点皮粉身碎骨。黄老师，他俩的演唱真出色，把我都迷住了。啊，是啊，小金，这几位演员你认识吗？我认识，这是戚雅仙、毕春芳和他们的学生周雅琴、朱竹芬、杨文蔚。对了，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戚派、毕派的唱腔。好，戚雅仙善演悲剧，她的唱腔感情真挚，韵味醇厚，吐字清楚，朴实无华。毕春芳呢，嗓音清亮，唱腔流畅，扮相英俊，台风潇洒。现在先看朱竹芬演唱的《光绪皇帝》中珍妃独唱的一段。朱竹芬在继承戚派表演艺术特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她在扮演珍妃时，在表演上比较注意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雄风闹声，头沙场神道至今怀了多妻子神功，怨恨
必争，且遭殃。是今日中困应对，如今因此自差天涯各一方。我也拜庭中上几道，石中来日旧上苍，旧上苍与往常万事以龙天康，早日佳音真成功，再要那千岁娘妃陪堂黄老师，听说周雅琴和杨文蔚演出的《百花公主》很受观众的欢迎，他们今天是演这个戏吗？你猜对了，这是周雅琴，她扮演百花公主，她的唱腔在音色和音调上都和老师非常相像。杨文蔚扮演海俊，这是个外俊内奸的角色，他在表演和唱腔上模仿毕春芳，几乎可以到了乱真的地步了。真的？不信你看呢。当代公子丰富，太君啊，关外三公关，进了。喜自同百世飘扬，须知道贵在自相少年怕，情用情头与天讲。公子啊，何竟不醉梦碎了？似花美眷似难遭，唯恐家高攀登难，景色不调天万难，须到家高难攀登。
莫失情色不掉。你为抗原心好，我为服送兵将草。我与你一直相投，共一心，真实来日上光德蒙公子今日生，此恩此德何以报？黑川君，我今将终身托付于你，只恐受放尽。小将是为了公子之情啊！望天在上，明月照，山水归地，百姓表。孟公子不言不见去朝见，思小将婚姻有了靠，恩告你告情你生，永定佳期百年好。今与公子去平地，绝不要忘怀，把山门还是旁。堂上敲醒一时将，天子地命人归伯娘，人归伯娘。易容良。终不要忘愧不归依，怒气为随心杨花呀轻飘，只为怜君在与马，太原的两情是岂有是家，工人自在寄奉神，与君百岁同到老。公子何时的工人今日传句报，岁月是流
水，红叶转到老，花月有圆。两人莫轻抛，黑金你他胆，黑金你话轻柔，气得我浑身怒烧，知道你是红高之人，用小为。谁知你是好色无敌梨花宝。看了上面的表演，我们不难发现，越剧流派的魅力在于艺术上的独创性和鲜明的个性。即便是同一段唱腔，不同流派的演员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艺术处理上也各具特色。可以说，越剧流派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的继承与创新。希望在将来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其中，为越剧事业的发展付出努力。在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发电子邮件或者写信给我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让我们下期再见。